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但我这世人爱的是建昌，你莫为着一个无值得你等的查某人继续等落去。我认为你值得我等啊！阿红兄，敢讲你爱我离开你，你才想会通。你的温情，我这世人已经害你去。假使若是安尼，我毋但是对不起你，嘛对不起安伯。阿红兄，我求你较冷静的，找一个好的对象，就算讲毋是婚姻，只要伊会当好好对待你、关心你，我嘛是会真心祝福你。阿红兄，你就安尼做，我的心肝才放会开。我才能过我家己的生活，你答应我好吗？阿红兄，假使你即马若够你介意我，听我的口劝，你若是继续等落去，我的心肝是会愈艰苦。阿红呀，我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是你哦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先？恁哪会知我住伫遮？我是问囡仔的。来，既然敢来啊，来者是客，请坐。多谢。请坐。歹所在啦，啊无啥物物件，敢若有白滚水尔。啊无我入来添一杯互你啉吼。唔免啦，阿姨，无需要麻烦啦。哎，你慢坐啦。阿姨，老实甲你讲啦，自从头一摆我见到你了后，我规大家来吼，拢咧想你啦。我惊到思念我死去的老母，所以我毋才来找你。建昌啊，当我甲恁老母吼已经几60年无来往啊啦。今仔日你来遮找我，恁老母在天之灵若知影吼，一定会足生气的。
是讲吼，当年阮阿母抢走你的爱人，就是我的阿爸。阿姨，你会怨恨？怨恨？假使我若会怨恨哦，当初我都袂将恁老爸让予恁老母啊啦。我吼会当活到这个岁数，我感觉真知足啊啦，心肝内敢若有爱，无恨。阿姨，既然若是安尼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你无要想一个办法化解恁姊妹之间的恩怨呢？搁再讲，恁是亲姊妹啊，是骨肉至亲啊。化解哦，就准讲我愿意化解啦。啊，阮内甥伊敢肯？虽然阮阿母伫咧当家做头家嘛，伊高高在上，要毋过我感觉会出来，阮阿母过得并不快乐。颠倒阿姨你普普通通、平平凡凡的过日子，煞过甲遐尔快乐、遐尔自在。阮阿母吼在天之灵，一定足欣赏你的。人生在世啦，有得就必有失。有当时你认为讲会得到，结果煞失去；你认为讲会失去的，反倒当煞得到。假使你若会当看破这点吼，啥物代志你都袂甲人计较，安尼你就活了较快乐。这就叫做讲知足常乐啦。对啦，志忠甲志玲，囡仔好无？真好啦。后摆吼，若有时间，较常带因来我遮佚佗咧啦。讲真经诶，这两个囡仔我足喜欢的呢。阿姨，你放心啦，以后吼，我会请带囡仔来看你啦。对啦，阿姨，你厝内人呢？厝内人，我后生就嫁先去啊。我的孙吼，去互我的新妇带走去啊啦。哪有啥物厝内人，干那我一个啦。阿姨，我看安尼啦，你搬来大廈厝，甲阮做伙住好无？甲恁做伙住？是啊，阿姨，你互我奉台，就敢若奉台阮阿母同款，好无？这桩代志你敢有甲恁某参详？无啊。上好吼，是甲恁某参详看卖一下。我看恁某吼，毋是一个真好参详的人哦。阿姨啊，假使讲吼，我甲阮某确定啊参详了后，伊若答应，你是毋是肯吼搬来大廈厝甲阮做伙住？建昌啊，当我即摆吼一个人无烦无恼，自由自在。假使若搬去大廈厝甲恁住，我恐惊会感觉足袂自在呢。阿姨，是讲哦，你着我的外甥啊咧，我看到你吼，感觉足亲切的啦。安尼啦，假使恁某吼若是同意，我才认真考虑看卖啦吼。真是的哦，阿姨，你无凊彩甲我讲讲的吼。哎呦，我虽然是爱讲笑吼，是啊，毋过我毋捌讲白贼咯。安尼真好，那呢吼，我等下随甲淑珍啊参详。所不敢放袂记。谁啦？是我。你毋是无爱入来我这个房间，过来找我创啥？你是要我去面无？淑珍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遐尼侪年啊，你半句话都无想要对我讲，即摆有代志要找我参详。当家的大头家啊，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哈？淑珍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拢困伫厝房。你的房间吼，我一脚步都无踏进来。今仔日会造成这款的场面，是啥个唔对？你心肝内真清楚伫的啦。是啊，我心肝内吼真清楚啦，我会做唔对代志哦，拢是你造成的。我今日会变成安尼，嘛是为了你大建昌啊！你有啥物资格来教死我？我唔是咧教死你啦，你看你啥物态度啊？讲无两句话就要甲我起冲突啊！淑珍啊，你莫啥物代志拢怪别人好无？你家己吼嘛小可检讨一下啊！
我为什么爱检讨哈？好啊，我无想要为着这个问题，都甲你冤家啦。我来找你吼，是要甲你参详代志的啦。小弟啊，你听我教话讲完好无？好啊，我着听看卖啦。你有啥物大代志要参详？小弟啊，我想要甲阿姨接转来咱东家，我要好好甲交代。啥？你要甲伊接转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是我的阿姨，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唔通袂记的呢？伊甲阿母是死对头哦。就算讲是死对头，迄嘛是过去的代志啊。相信阿母在天之灵，知影我要甲阿姨接转来，一定足欢喜。迄是你家己的看法啦。你想看卖，阿母到死拢无提起这件代志。我相信在伊心内吼，一定袂当接受这个小妹啦。你即摆要甲伊接转来，阿母在天之灵哦，一定会生气的啦。你也毋是阿母，你哪知伊会生气？你嘛毋是阿母啊，你哪知伊会欢喜啊？你有安怎？淑珍啊，你爱知影咧，我找你参详是尊重你啦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已经决定啊啦。就算讲你唔答应吼，我嘛是要甲阿姨接转来啦。好啊，你拢决定啊，找我参详创啥？你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话讲大心哦，我无想过要有一个大家吼来甲我苦动。你要大入来会用？请伊也尊重我这个头家呢。若无吼，我甲伊赶出去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婚姨，你今仔心情敢若特别好哦。梅姐啊，今仔吼，阿芳也已答应，可能要甲我结婚啊呢。啊？梅姐啊，你的唱片足好诶，到时阵我会使拜托你，替我做一领新娘衫无？会用的啊。真是哦，多谢你。唔通安尼讲啊。那安尼吼，咱今仔较早收档，你不然来订报了好无？好啊。 OK，算下。我来算，我来算。阿爸，互你伫庙仔待遐久，是我的不好。我即马都趁较有食，嘛有家己一间厝。我即马要请你转来服侍。阿爸，你在生的时阵，辛辛苦苦甲请阮到遮大汉，想袂到你往生了后，伫咧天顶，还阁替我这个不孝囝咧烦恼。阿爸，你放心，我会遵照你的意思。我决定要娶婚仪，替咱饲家传宗接代。我袂做咱饲家的罪孽。吴英姐啊，安尼甲你足麻烦的无？袂啦，婚姨，我一定吼要互你做一个足水足水的新娘。吴英姐，多谢你。免遐尔客气，行，咱紧入吧，哈。阿豪呀，阿豪呀，吴英姐啊，阿豪呀透早就出门，现在即马袂转来了，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婚姨，阿好遐去请因阿爸的新主牌啊，可能要一段时间，你莫遐尔烦恼啦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婚姨，我看会出来，你足介意阿好兄。阿好兄会当娶着你，实在是伊的福气。啊，对啦，我想要你来看美馆困袂？好。阿爸，咱到厝啊。
阿爸，咱即摆永远都到底。阿红呀，你倒来啊！你一定还未食饭对无？你的巴肚一定最枵啊吼！我来早点给你煮面。母尼，阿红呀，你哪里哭啦？无啦。啊，你今日遐早想到？我叫文姐啊，不要去要报了啊。要报了要创？伊要替我摕新娘衫啦。哦。啊，文英呢？伊咧房间。阿红呀，我来替你煮面哦。那我真是文英，伊绝对袂问我为什么要哭。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李白，阿红兄。你赶困去啦。嗯。婚礼日子拢看好啊。伊讲后个月初三，后个月初三是好日，阮安生要结婚啦。要紧吗？不要紧啊，我想后个月初三。要过一段时间，我应该会当将这原油枕头、甲婚礼的新娘衫拢赶出来。文英，我对你真失礼。阿红兄，你是安怎咧甲我讲失礼？我本来按算要等你一世人，也毋过阿红兄，莫阁讲了。你听我讲。因为我即马若要讲，我惊后摆无机会啊！我真正有暗算你一世人无嫁我，我一世人无娶。也毋过自从阮阿爸甲托梦了后，我一直检讨真久，我是有死教为伊的查甫囝。假使我若一世人无娶，阮世家真正会断后厝。我为毋才自私。阿红兄，你若会当安尼想吼，我足欢喜的。假使你若一世人拢无娶吼，我会良心不安啦。文英，你敢真正爱我娶婚礼？请